今日睇下海柏豐呢套360尺2房1廳現代風設計，屋主黃生要求收納舊家功能齊全加溫馨自然。針對呢個需求，睇下我哋點樣幫黃生設計一個專屬空間啦。門口內嵌式玄關櫃，上面有吊櫃擺雜物，中間大面積嘅窿窿板用來掛手袋、外套、鎖匙，超級就手。廚房行實用路線，採用咗奶白色、杏色嘅無把手平板櫃門，望落去乾淨利落，令到空間感大增，動線流暢。實木餐邊櫃入面嵌入式餐桌同餐凳，平時唔用嘅時候收晒入去，食飯先拉出來，真係生活智慧嘅極致表現。客廳電視牆用咗而家好流行嘅淺灰色石紋背板，仲做咗圓角設計，線條圓潤有層次。主人房將空間用到極致，地台床下面可以塞晒啲換季衫同雜物，床頭延出一張實用嘅梳妝台，側邊就係一組到頂大衣櫃，同睡床形成一個完美嘅 U 型組合。另一間房窗台位做咗長形地台床，可以坐又可以瞓。到頂大櫃下面用白色面板，上面係木色門，中和咗大櫃嘅壓迫感。全屋家私訂製，最緊要係啱自己生活習慣。呢個單位完美示範咗點樣喺有限的納米空間入面創造出無限嘅舒適感同層次。如果你都想擁有一個自己嘅專屬設計，不妨直接聯繫我哋啦。